为了保障民众骑骑安全，特别是地动威胁，台南旧市区建文内建的能力普遍不足，所以台南市政府伫建筑师工会协助，已经成立重建辅导团。上午市长嘛已颁发57处工作站的证明，予配合的建筑师，希望予需要的民众就近咨询。非常多的建筑的专业，那协助政府在做这个安全鉴定等等的工作哈。那围绕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问题更凸显它的这个急迫性跟必要性所以今天揭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市长韦特表示，因应台南危险老厝甲高龄化社会，已经祭出快速通关、奖励明确甲税关优惠的3大特色，加上结构评估、利息补助等7大优惠，所以呼吁民众趁此时来提高家己骑骑安全。租金、税金的减免，重建期的时候免房屋税、免地价税，重建以后2年，房屋税、地价税减半。那如果是自己的房子，不是说别人，如果是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移转，你就减半12年，这是政策诱因。因此呢，政府用这么多政策诱因的，还有信贷额度300万，就其爱行不是免行，但信贷就不用抵押品，那这样子的7大优惠主要是什么？希望让你的老而且危险的房子，来改建。为了让民众会当了解该政策，辅导团陆续办理危险老厝的重建说明会，民众乃要知影如何申请等相关符合的条件，拢会当洽询辅导团0629555770。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